来看台中南区有一间高职2年的学生呢，惊早起对体育馆的2楼摔落来，造成头壳重伤送病院，目前人还佫伫咧抢救。根据现场有看到学生是讲，伊是咧模仿这极限运动的动作，才会造成意外。学校即马也要检讨到安全机制，避免意外佫再发生。学生的家属赶到病院，校长也来了解状况。台中一间国立高职的2年级男学生，日早起受伤，互赶紧送病院。到病院时，司机救起来皮皮喘，嘴甲鼻仔拢流血，已经唔知人啊，分别指数只有7。今天的部分来讲是最大的关键，因为有时候即使在初步脑部没有看到出血情况，可是有些人还是会有迟发性出血的情形，所以我们会观察他的意识状况是不是有恢复，然后呼吸的部分是不是稳定，之后再考虑拔管。医生讲，这个学生性命正常稳定，初步判断是无脑出血，不过也是要后续观察是毋是有面部骨头断去，也有人是毋是有较清醒这情况。学校初步了解，日早起10点外，受伤学生第3节伫体育馆2楼教室上课，下课了后，医生是双手挂伫栏杆顶面，有敢若是模仿一个走跳高难度的动作，直接对2楼的看台给跳落来。现场看到他就是从那边钻过来，手抓着那个栏杆这样往外掉这样子的。那他可能是在掉这个背力的状况。同学的描述是2脚着地，可是后来又一脚滑掉了，那就往后仰，所以后脑勺就着地。学校讲，这个学生是体育班棒球队的投手兼外野手。代志发生当时，外听其他动物可能会发生意外。学者讲，由网络社群发达，相关的这个走跳影片，定来引发青少年模仿效应，其实是真危险的，风险真悬。既然是开放性的场地，其实外伤或者是一些没办法防护的状况就会很多。它没有护具的状况下，它就很容易造成一些小则擦挫伤，大则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伤害。爬走跳伫国外是真流行的极限运动，也不需要伫专业而且兼顾安全的条件之下来进行。也建议要耍的人伫合格场所来练习，并且戴这头盔，也佫有保护手骨的这护具，才好度避免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